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，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塘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，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天气渐热，这花满楼的生意是一日不如一日。哎，客官，您是大家啊，还是住店呢？认亲。认亲啊，对，敢问哪一位是花姐呀？这位客官，敢问找花姐有何指教呀？二妞，快喊娘！二妞，咱可算是把你娘找到了，快给你娘跪下！快停！这位客官，你是跑错店进错门了吧？哪有一进门就让孩子喊娘的道理？错不了，不能错。你就是花满楼的掌柜的花姐是吧？对呀。你瞧一瞧二妞，这眉眼，这声音，这神态，哪跟哪不是跟花姐一个模子铸出来的？哎，你听听，你听，这不是你亲闺女，这能是谁啊？太好了，花姐，实在是太好了！你不是一直都在找你丢失的孩子吗？现在终于找到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没有人在清明节的时候在你坟前哭坟了，你后继有人了。一朝分别离恨心，母女相遇天地泣，实在是太感人了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哎，借一步说话。走。哦，花姐，这个茶凉了，我给你加点热的吧。滚！哎，花姐，孩子找着了是好事，你千万别激动，想哭就大声的哭出来，千万别憋着。哎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这位客官怎么称呼呀？二妞平时都管我叫二大爷。哦，您说二妞是我亲闺女，那您是二妞的二大爷，感情您是我二伯？哎，别，叫哥就行了，叫哥就行了。二妞，告诉花姐今年几岁呀？二大爷，我该说我是7岁还是8岁还是9岁呢？你瞧这孩子又犯糊涂了。二妞啊，你今年虚岁9岁，实足8岁。这么说，我是19岁生的他，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花姐，你跟二妞是7年前意外走散的，这时隔多年，一时半会想不起，正常。唉，也是。犹记得7年前的那个冬日，
北风呼啸，寒风迫人，天空中飘着鹅毛般的大雪。我怀抱着二妞，艰难地行走在一条偏僻的小道上。还记得当时大雪没过了你的膝盖，你们饥寒交迫，天地茫茫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呀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哦，这个是二妞后来讲给我听的，是吧，二妞啊？是。当年娘抱着我走了一天一夜，饿了就吃草，渴了就吃雪。二妞，你记性真好。可是你当时才1岁不到，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呢？花姐，二妞技艺惊人，聪慧过人，这一点她随你呀。我倒是觉得呀，她另一点更像我。哪一点？撒起谎来，脸不红，心不跳。小二送客。哎，不是，花姐，我为了替二妞寻亲，可是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呀。我们千里迢迢，风餐露宿，历尽千难万险，好不容易把你找到了，你不能不认自己的亲闺女呀。花姐，你与孩子失散多年，这女大18变，你一时认不出来也是正常的。我看还是把二妞留下来，慢慢相认吧。寻亲不易，凑个闺女毁3生呢。唉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孩子啊，天生是个结巴，说话不利索。说话不利索，不是的。走，不是花姐，哎呀，花姐，我遇到二妞的时候，二妞确实是个结巴。我是为了让她说话利索一点，天天给她嘴里塞糊核桃，让她念绕口令，这嘴唇都磨破了，才给校正过来。我家孩子身上有个龙形玉佩。花姐，你看清楚了，是这一块吗？我靠，我说什么你来什么，够专业啊！花姐，依我看，这二妞跟你所说的种种都符合，还是留下来慢慢相认吧。花姐，你是妞妞啊，今天老天开眼，总算是寻到你的亲娘了。花姐，我是7年前住在你家隔壁的邻居王家大婶儿啊。王家大婶儿？隔壁邻居？对呀，7年前你将你的闺女妞妞托付于我，然后一去不返，杳无音讯。怎么，你不认得大婶儿了？妞妞，赶紧上前认娘！二妞，过去。哎呀，妞妞啊，你终于找到你娘了！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我太开心了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花姐，这是我在外面替你张贴的告示，我只想默默地帮你找到你走散多年的孩子。这点小事无足挂齿，你也不用谢我。再说了，孩子不是还没找到吗？今天已经2个孩子管我叫娘了。李莫愁，你做事能不能经过大脑啊？寻亲启事还定有众筹，你张贴这告示之前能经过我同意吗？花姐，我知道你思子心切，这么多年你默默的也不说，但是我心里知道你心里是苦涩的。每当夜晚来临，你独自坐在窗前仰望天空，我知道你在思念你走散多年的孩子。每当清明时节来临的时候，你在饭桌上多加一副空碗筷，我知道你在思念你走散多年的孩子。每当停！李莫愁，你出去了，我想进去。花姐，莫非
你走散的孩子小名叫静静，这个线索太重要了，我得记下。出去，马上！花姐，你别心烦嘛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从2个小孩当中找出哪个是你亲生的。哎，你们俩快看看这2幅画，哪个和谐度更高，哪个就是花姐亲生的了。我觉得这个像。我觉得还是这张和谐度比较高吧。我觉得这2妞啊，看起来就像是花姐亲生的。我觉得肯定是妞妞，你看这眉眼多像啊！二妞的脸多圆呐！在看什么呢？哦，花姐，我找画匠画了2幅画，这画上面半张是你的脸，半张是孩子的脸，往中间这么一拼，哪个和谐度更高，哪个就是你亲生的啦。这都什么呀？整天整这些没用的干嘛？帮你寻亲啊，再不然贴到门上，保证辟邪。花姐，我觉得还是2妞像你。花姐，我觉得这妞妞跟你的脾气一模一样。你们说这2个女孩年龄、身高、个头各般条件都跟花姐走散的孩子无两样，那到底哪个才是花姐亲生的呢？莫非花姐你当年生的小孩是双胞胎？也不是没可能。哈？娘，我想吃糖。娘，我想吃绿豆糕。娘，我想去学堂上学。娘，我想跟赵琵琶去学琵琶。跟赵琵琶学琵琶？他是我娘，他是我娘，我娘。救命啊！我娘，我娘。有事儿？花姐，关于那个小胡子的底细和来路，我都帮你打听清楚了。这个小胡子姓罗，名有才，是方圆百里有名的骗子，坑蒙拐骗，无所不为。他身边的那个小女孩是他的亲生闺女喜儿。他拿他亲闺女来给我当闺女？花姐，你有所不知，罗有才将闺女送来，人情闺中是假，骗你钱财是真。罗有才犯下的案底，厚的可以当书看。这么说，你送来的妞妞才是我的亲闺女？千真万确，你不信，今晚子时后院见。喵喵。爹，你放心，花姐已经不怀疑我了。我今天已经知道花市的钱柜在哪里了。等我得手就来找你。爹，我先走了，免得他们怀疑我。虽然历尽艰难，好在母女终得相认。花姐，我这些年的苦可算是没有白吃啊！恭喜花姐母女团圆啊！太好了，妞妞终于可以跟自己的妈妈相认了。此情此景，让我想起了我爹和我娘，太感人了。唉，7年如一梦，孩子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的。小二，哎，把他们送到官府去细细拷问。啊？花姐，你这又唱的是哪一首？干什么？没错，我7年前是跟我家孩子失散，天各一方。这些年，我也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他，思念他。不过，我忘了告诉你们，我家孩子是个男孩。老妈子你虽然藏得够深，但是狐狸尾巴终归是会露出来的。
从你调查罗有才的手法，以及你在黑夜中的观察力，还有你的轻功，无一不暴露了你的身份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大唐派过来的密探之一。花姐，你太厉害了！原来你早就知道真相了。花姐啊，门口出现了一个男孩，他口口声声地说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。您赶紧出去看看吧。救命啊！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流连千